兄姐，咱大家平安。平安。即时，请咱闭目心来敬拜上帝。万国啊，恁着阿罗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咧，恁着阿罗耶和华。咱来吟圣诗第44首。我心尊敬我主最大，为伊我来欢喜，看顾卑微，施恩救我，万世讲我福气。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44首。
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被本丢伫刀顶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早就是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三角来交托。启应文第32篇，第32。启应文第32，也就是诗篇的130篇，显着咱三角来启应。上帝啊，我对亲恩求叫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求你阿耳通听我的呼求。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主啊，你人了，总是你的赦免人。我人通敬畏你。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因为上主必会主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脱离以前的罪过。咱来压头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时间过了真紧，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3个主日，阮点燃第3支的紫色的蜡烛，代表阮的宣告甲阮的喜乐。愿为用感恩的心回顾224年，纪念耶稣的救恩。阮用欢喜的心情来期待你的临降，也因为主活出喜乐的人生。虽然天气真冷，伫阮的心中，因为你互阮活出喜乐的人生，阮要用喜乐来荣耀你，求你甲阮同在。虽然阮时常会怀疑你、背逆你，但是你用爱心来原谅阮，愿阮伫信仰的道路搁较坚信，无摇掣。阮为着世界的战事、社会的混乱、台湾的和平来祈求，求主来看顾甲扶持。阮来为着袂当来教会的兄弟，求恁甲伊同在。保守因出入内外拢得平安，也互教会中一同工心思合一，得主欢喜。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面圣歌队要来献诗，因今日要献的是袂捌经历的暗暝，请圣歌队。
咱真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来带咱来敬拜，咱来恭守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读的圣经是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到11节。和合本是872页到73页，汉语本是819页到20页，现代中文版是942页到43页。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予丧乡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出家牢，报告耶和华欢喜的年，甲咱的上帝报仇的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用花无手术衣来替恢复，欢喜的油来替悲哀，乌老的衫来替忧愁的心，互因称作公义的树，就是耶和华所栽的，来显明家己的荣光。因要去做古早趴远的所在，建立早前冷静的位处，也要修理趴远的城，就是代代冷静的位处。第5节，外面人要起来顾恁的羊群，外邦人要甲恁做田，照顾恁的葡萄园，总是恁要称作耶和华的祭司，人要称恁做咱的上帝的妻用，恁要食用列国的财物，得到因的荣光来夸口。恁要得到加倍的福气来替所受的见效，因要欢喜伫因所得到的份额来替所受的领略，所以伫境内要得到加倍的产业，永远的快乐要归互因。第8节，因为我耶和华公平，万分无义的抢劫，我要照诚实报应因。也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裔要伫列国中，互人捌伊；因的子孙伫众百姓中也是安尼。竟若看起因呢，要认因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第10节，我因为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神因为我的上帝就快乐。因为伊用拯救做衫，甲我穿；用公义做袍，甲我满。亲像新囝婿滴水的毛，搁亲像新娘装塔保面。因为土地怎样互百项五角发芽，怎样互所种的发生，主耶稣也要安尼。互公义甲恶老发生伫万国的面前。以上愿上帝赐福听谈伊的话的人。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予咱的信息是逆境中的好消息，请牧师。弟兄们，大家平安。今仔日这个主日是咱大港节第3主日。所以，咱用欢喜的心等待陪伴咱的心来过圣诞节。咱也是等待耶稣的再临，就是将上帝的公义、和平真真实实带来咱这个世界。所以，伫今仔日，咱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主你的引带甲带领，阮也等待你的国完全的降临。阮就要伫遮，阮陪伴阮家己，阮要透过圣经所记载的你的话。阮要搁较深来认捌主你，也捌主你的道理，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
互阮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过程中间，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都会当平平对伫主你的话来得到造就，得到利益。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今仔日读的旧约的经文，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11节，就是61章的全部。这是要互咱重新来回顾以色列百姓受掠巴比伦因的经历，甲上帝应允要怎样带领伊的百姓跳出这款悲惨的处境，然后得到上帝的引带，来有平静安稳、平安喜乐。咱知影，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对因做奴隶的地埃及出来，佮经历40冬伫旷野，然后进入迦南地。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因为无行伫上帝所爱因行的路，背逆上帝，直到上帝互以色列亡国，然后以色列侪上帝的百姓受掠到伫巴比伦。咱若读旧约圣经就知影，出埃及甲受掠到巴比伦，会当讲是上帝百姓以色列人的两个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出埃及甲受掠巴比伦，会当讲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改变因民族命运的两大事件。出埃及就是本来因互埃及人歹款待，做埃及人的奴隶，但是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本来伫埃及做奴隶，但是到伫出埃及了后变做上帝的百姓，这敢有重要？过来，以色列百姓受掠到巴比伦，伫遐受苦，伫遐经历着国家灭亡的悲伤痛悔，所以咧，开始以色列百姓就思考，重新思考因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当因对巴比伦转来了后，因的信仰有真大的改变。这个改变甚至今仔日咱拢感受会到，就是即马的犹太教，甲咱即马咱基督徒所读的旧约圣经，这个受掠巴比伦的经历，会当讲是旧约内底所记载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改变历史、改变以色列百姓因所信的一个真重大的事件。但是出埃及甲受掠巴比伦这两款的经历，其实也反映伫咱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生命的历程的中间。咱人生的路敢毋是一直拢安尼？咱失败的时阵，咱透过信仰，咱有信心等待上帝，互咱通改变。这讲有先出埃及，然后有时阵咱失败。咱要怎样伫人生黑暗的路程中间持续保持信仰？
即敢毋就是受掠巴比伦？会当讲咱每一个基督徒，咱一生的中间，拢有即两款的经历：出埃及，甲受掠巴比伦。哦，无错吼，咱的生活有时阵，咱讲既不美丽也不轻松，既不美丽也不轻松。有一出电影讲《美丽人生》，当然迄是电影。咱有生活有时阵既不美丽也不轻松，甚至有时阵你会感觉你的生活真正乱糟糟，就亲像以色列百姓亡国受掠到巴比伦的经历同款。哦，所以咱看到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2节，受掠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上帝称呼做啥物？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怎样甲遮的百姓讲因？哦，遮有讲到啥物？互送乡的人，送乡的人，送乡的人，原来的意思是受压迫的。送乡的人，有的中文圣经翻译做谦卑的人，但是实际上，即个意思是受压迫的、受人苦毒的。然后佫有讲到啥物？伤心的人。过来咧，受掠的、受关的，然后咧，佫有讲到20讲到啥物？悲哀的人，会当讲，遮个经历，咱一生的中间，敢毋是拢拄过？咱敢毋是拢拄过？有时阵咱凄惨落魄，你感觉讲好亲像你，真正吼。有可能无任何一个人欺负你，但是你会感觉这样命运欺负我。你讲我哪遐歹命，命运跟我作对，这就是第一个讲的送乡人的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受压迫的、受苦毒的，当然伤心、受掠，可能咱毋捌做过啥物歹事，互警察掠。但是受掠，迄种受捆绑，迄款感觉无自由，迄款足亲像讲，我真正是亲像关伫一个无形的监狱内底，啊悲哀咧，这应该咱拢有捌经历过。咱生活中间也有类似受掠巴比伦的经验。有个人一生中间活伫别人对家己无下伫实际、无下实际的期待的中间，伊感觉迄款受压迫。可能你对细汉，你的父母是大人，就爱你爱读册，讲读册较有路用。啊，你明明你的兴趣是遮，但是咧，长辈是大人拢讲爱读册较好。感觉迄款受压迫的感觉，咱加减拢有。直到后来咧，可能你会感觉讲，无用一世人，好亲像拢为别人咧活。也有人伫即仔，大家迄准备备办身过圣诞节，但是咧欢喜袂起来。为虾米？所疼的亲人，今年无办法，搁甲咱做伙过圣诞节。也有人活伫经济压力的中间，所以感觉家己亲像咱讲，互钱掠去走，互钱掠去走，变成好亲像是金钱的奴隶，也是为着生活伫经济压力的中间，只有无用伫工作，规工迄无用工作，规工迄烦恼。无趁着钱要安怎？煞因为经济的压力，有互金钱所约去走。
活伫生活的限制，活伫时间的限制中间，感觉有时间就是爱趁钱，好亲像无一点钟是为着家己在活，就亲像一个房间真乱共款。咱加减拢有经历过，也是即马迄经历这狩猎巴比伦的经验。但是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互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上帝毋捌去杀狩猎巴比伦的百姓。就算讲因捌犯错，罪有应得，受掠去巴比伦，但是上帝毋捌去杀因，放弃因。所以，当咱生活乱糟糟的时阵，咱拢莫袂记记，就亲像以色列百姓共款，上帝毋捌去杀咱，毋捌放弃咱。无论咱的过去是怎样，上帝毋捌放弃。对伫狩猎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也对伫咱可能咱即马生活中间有迄个乱糟糟的迄部分，也是你即马规工目睭天开，你就感觉心中非常的乱，感觉行袂落去。但是主上帝已经透过先知以赛亚，互咱即个望的好消息，就是无论咱即马是怎样，无论咱行过的路是怎样，上帝毋捌去杀咱，上帝也会改变咱即马的状况。所以上帝将好消息互送向的人，互受压迫的人。所以有的人经历身躯的病痛，即款的感受会亲像互遮的病痛所压迫、所苦毒。这是咱经历过身躯病痛的，咱拢有迄款感觉，感觉即个病好亲像一个真恶毒的人伫遐压迫你，伫遐欺负你。迄款受欺负、受苦毒，迄款感受，即咱看病的时阵，咱拢会感受到。但是上帝互咱一个好消息，就是搁较可怕的病痛，也袂互上帝的痛甲咱隔离。搁较安怎可怕、恐怖的病痛，也袂互上帝的痛甲咱来隔离。所以咧。咱开始，当然身躯病痛有时阵毋是遐尼容易来拄起，但是咱听到即个好消息，上帝的痛袂甲咱隔离，咱就开始会发现，咱的身躯病痛毋是性命的全部，咱的一生的中间，咱一天24点钟。咱一天24点钟伫遐喘气行动，咱的身躯病痛毋是全部，咱就开始会当发现到身躯病痛以外，其实有搁较多有意义的代志。咱搁较会当发现，伫身躯病痛以外。其实只要咱认真来观察、来感受、来经验，生活中间到处拢有上帝的疼。所以上帝出日头，光照咱，凉风吹来，咱感受到即个风在吹，鸟仔喺叫。也是咱看到咱种的花草渐渐大长，其实身躯病痛毋是性命的全部。咱只要注意，生活真侪所在拢看会到上帝的大权能、上帝的疼。
虽然讲上帝的旨意有时阵超越咱通了解，咱难免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像我常常讲，牧师嘛，80岁搁较我这济的查某囝伫遐拍球、拍羽毛球，哇，生龙活虎。但是哪会知影讲，也无食薰，也无生活歹习惯，结果嘛是肺腺癌末期。上帝的旨意，咱学伫了解，但是身躯病痛，既然毋是咱性命的全部，咱细腻来看，咱认真来敲吹，拢会看到咱的生活中间充满上帝疼的显现，上帝的关联显现伫咱的四周围。就算讲咱无办法将即个病痛完全除去，但是上帝的疼永远拢伫遮。也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基督徒的丈夫，伫圣诞节前几天过身。对丈夫过身了后，每一年的圣诞节，煞变做伊一年的中间上痛苦的一天。但是上帝的好消息是啥物？上帝的好消息就是，人爱倚靠主，人倚靠上帝，就得到国我的愿望。所以咧，伊就知影国我才是上帝。所以帮助咱会当无搁活伫咱所疼的人离开世间的即款痛苦、悲伤，反倒转咧是爱把握机会，把握时间，把握咱活地的每一天、每一点钟、每一秒，咱珍惜活地的亲人、朋友、主内兄弟姊妹。因为咱会当把握的，就是咱活地的每一天。同款，咱所疼的亲人离开世间，也无代表咱也做伙离开世间。咱犹原活地，既然咱活地，咱爱珍惜活地的亲人，咱四周围的朋友。咱的主内兄弟姊妹，咱的厝边头尾，咱阁爱珍惜遮个活地，伫咱四周围的人，并且对别人付出疼心关怀的行动。其实安尼好好的活，充满愿望的活，这是上大纪念咱离开咱的。到离开这个世界，咱所疼的人的上重要、上大的纪念的行动，敢毋是就是安尼？咱好好的活，咱珍惜咱活地的每一点钟、每一秒钟，然后咱珍惜犹原伫咱四周围的亲人朋友、主内兄弟姊妹，咱所拄着的人，安尼这是上大的纪念行动。所以前几天我即个因为即个牧师妈的丧事的代志，所以去甲济南教会相连团契，甲因说多谢，因为因诗班要吟为歌为诗。现场我就有分享一项代志，讲牧师妈过身前一直咧念。讲个别礼拜莫办啊，安尼大家哭哭啼啼，爱用欢喜的心来离开，上好放红花。但是我甲遮个我老母30-40年前的朋友讲，但是袂使，咱遮个长辈拢伫遮，那个别礼拜放红花，安尼讲阮无遐尼大胆啦。但是其实咱。无错，咱所疼的人离开世间，咱难免会悲伤，会毋甘，甚至会感觉真痛苦。但是，咱
爱用咱珍惜咱活地、咱四周围的人，咱透过对别人付出关心甲疼的行动，这是对离开这个世间的亲人，咱所疼的人离开世间上大的纪念。是这，毋是伫遐几若十冬，搁伫遐悲伤，搁伫遐真负面的态度，毋是好好啊活，珍惜即马咱活地的每一点钟，咱好好地活，这是上大的纪念行动。有的人互心中的负面情绪所捆绑、困着，但是咧，靠着上帝的疼来得到讨棒。但是，即个面对心中的负面情绪，面对心中的怨愤、受气，得到讨棒的过程中间，其实这是持续的奋斗，难免有时阵，咱会互这个心中种种的负面情绪所赢过。咱其实咱拢加减有这个负面的情绪、怨愤、受气伫咱的心中。当然，咱基督徒，咱对细汉受教育，甚至咱嘛拢安尼去做。咱靠着上帝的疼，咱得到讨棒。但是有时阵，一个代志发生，也是一个时间到，像多多所讲的，亲人离开的悲伤，什么时阵上痛苦？过节的时阵，对无？本来过年一家伙仔，大家坐倒，大家拢伫咧，但是对着咱年纪愈来愈大。愈来愈少，对无？一个一个，咱所疼的人离开，所以过节的时阵，哇，这心情会突然中间变足歹，难免咱会互咱心中的负面情绪来赢过。但是上帝互咱一个好消息，就是上帝的疼痛永远伫地，上帝袂弃杀咱。上帝的疼也袂隔绝咱，所以，就算咱所疼的亲人即马无伫地上，无甲咱做伙，因伫天顶，但是咱拢知影，上帝的疼袂互身躯的事实来隔离，甚至咱爱用感恩的心，咱想着。离开咱的亲人，即马伫天顶是甲上帝三甲做伙，是伫遐享受咱伫地上所无办法通想象迄款的平安欢喜。可能咱兄弟姊妹中间，伫过去一年有经历着人生的低潮。可能咱中间有人失去了咱所疼的亲人，咱其中有人伫过去一年的中间，咱遭遇着真大的困难，甚至咱承担真恶担当的事。一年的中间，其实咱也知影，这个世界有侪侪天灾、战争甲不安，但是。人爱知影，无论是咱透过咱主内兄弟姊妹安慰、关心的话，也是咱四周围疼咱的人关心的行动，伫这一切混乱、甲不安、艰苦的中间，上帝时时刻刻拢在扶持、照顾、带领咱。其实，咱真少来想，上帝的气力
其实时时刻刻拢伫咱的生命中间迄运行。所以，咱其实拢会当体会到，今仔日咱所读以赛亚书61章所讲的，上帝听咱，上帝伫看顾咱，上帝要大权能会救咱脱离现在。当咱伫痛苦的时阵，咱拢会当望伊，这是咱拢知的好消息，福音的大好消息。因为咱有对上帝来的望甲激励，所以当咱互生活中间的种种事物，甚至人所压迫的时阵，咱有气力，咱有能力，咱有迄个勇气来承担。上帝的圣神也会安慰咱忧伤的心，来帮助咱、解救咱脱离心中这个负面情绪，无论是怨愤、惊吓、失望，这一切。所以，若是咱拢有经历经历亲像以色列百姓受上帝所引带出埃及的经历，咱就爱去分享上帝怎样伫咱心上来成就这个出埃及的美好经验的好消息。咱爱去分享这个好消息，分享上帝怎样伫咱心上做这个美好的工。通过安尼，互其他的人也会当听见这个大好的消息，互因也会当因为安尼，因为知影上帝的听袂弃绝咱，会当伫生活中间经验到上帝的慈悲疼痛，甲伊的大气力。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伫阮一生的过程中间，阮有时阵会拄着悲伤、痛苦的事，致到阮暂时的失望，甚至阮也可能有时会无照你所指示的路来行，是照阮家己所意爱行，致到阮也经历着失败。但是主啊，阮回顾阮所行过的路，你就亲像看到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受苦时阵的呼求，你就出手带因出埃及。主啊，阮感谢你，你也互阮也捌经历着亲像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迄款。互阮无论以前的路是怎样行，你一遍一遍带阮到伫主你的面前，互阮学习倚靠你，互阮学习照你所定着的路来行。所以主啊，阮真正满心感谢你，因为你伫过去怎样引带阮、看顾阮，阮知。你伫阮头前的路中，你也甲阮做伙同行。所以，阮既然经历这一切，阮也爱将主你未改变的疼来分享互阮四周围的人，互因也会当平平伫失望、绝望的中间，重新得到望甲勇气。但是主啊，阮有时阵也会信心软正，有时阵阮会互心中才会负面的情绪所赢过。
所以恳求上帝你怜悯阮，只是软弱的人，阮需要你圣神的引带，你扶持阮，你加添阮气力，互阮行伫头前的路。阮因为有主你疼心的陪伴，互阮哪行哪勇行，哪行阮是哪充满平安喜乐。主啊，恳求上帝你会带领看顾，甲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应答上帝话，来吟圣诗第605首。靠主恩典，奇妙气力得保护，艰辛挺候主所安排道路。阮知上帝绵日无停得照顾，逐个新日子主亲切招呼。请咱来吟圣诗第605首。下面咱要来奉献，请宜阳执事甲金兰执事来奉献。
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咱教会圣诞晚会是伫就是即个礼拜的12月21号的礼拜堂要举行。咱主餐是为下晡5点半开始，每一户提供一道菜。请向我来那个登记，较袂菜拢重复吼。用餐了后，咱有举行晚会，也有摸彩，也有表演节目。请若有要提供节目的兄弟姊妹，向主持人杨长老来报告。第二个就是后主日是圣诞节的赞美礼拜，由圣歌队要来唱4首的圣诞的诗歌。礼拜后有赠送每一人一块圣诞歌。第三就是需要教会定制的2025年的月历会使伫个礼拜了后去招待处找。第四就是牧师妈叶灵香会主持的告别礼拜，特别伫12月29日礼拜天的下晡1点半伫济南长老教会要举行。随后要将伫金山基督教平安园来举行安葬礼拜。第五就是下周的圣诞节的赞美礼拜的题目经文启应圣诗甲金句，咱再去来看。咱来看圣公事奉的部分。即礼拜的招待是现宗兄，插花是插花班，清扫是我本人。后礼拜的讲道是叶牧师，书会是江长老。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余信湘，司献是义姐甲我本人，招待是燕庆姐甲苏文姐，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明义长老。咱来看迄个奉献的部分啊，有灯台，请向我来更正。来看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台语，咱会读2解。因为土地怎样互百项的五角富裕，园怎样互所发的发生，主耶稣也要安尼互公义甲恶路发生伫万国的面前，请。因为土地怎样互百项的五角富裕，园也怎样互所发生。主耶稣也要互公义甲有伫万国的面前，因为土地怎样互百项的五角发怎样互所种的发生，主耶稣也要安尼互公义甲有发生伫万国的面前。天地怎么使百谷发芽？原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以赛亚书11节。下面咱来互相请安。平安，咱今日真欢喜吼，这边兄吼来到咱的会堂吼，咱家己拍扑啊鼓励一下。咱来吟上吟的圣诗396首。当要散花求主赐福，互阮心中上快乐。逐日结连亲爱互助，欢喜均地主骹步，对主骹步，对主骹步，经过旷野主带路，带咱起日来吟圣诗396首。
咱莫袂记，就是无论任何的代志发生，上帝会听，拢袂甲咱隔离。所以，无论咱经历啥物代志，咱拢莫袂记，是主上帝甲咱做伙伫地，甲咱做伙来承担，甲咱做伙来面对。咱就爱有勇气、有信心向前行，因为主上帝甲咱做伙同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